若过来即件咧，竟然甲做铁工的技术摕去做贼头。这个地主大盗拢是趁连续假期来犯案，而且犯案了后，佫会甲铁桶恢复原貌。所以等到被害人发现的时阵，拢已经过几啊天，甚至过几啊礼拜，这警方要办案就困难咯。伊一年来至少犯案11件，这个总算是桥本岛去互警察抓到咯。查甫人被5个警察包围起来，压伫咧涂骹。伊租厝租伫咧台北市中山区，出一大楼木笼铁帽啊，就惊捡人拎出来。伊过去捌做过铁工，煞好打伫咧新北市做贼仔。挑工2行内底看地形，佮利用连假，大家出去佚佗，无人伫厝，神秘伫咧楼顶水塔边啊，趁半暝啊，摕家私开始撬人的铁桶啊，甚至把这个铁窗切断以后，他离开的时候还要把它搬回去原状哦，所以造成民众这个发现这个盗窃的时间点会延后。干巧的贼仔破坏人的窗仔门，尾仔佫甲修理好势，互警察歹办案。为去年到今年10月，上少就犯11件，伫咧夜车顶抄到犯案穿的衫裤、头套含手套，佮有偷摕来纪念币。嫌犯讲，贵重的物件拢已经卖掉啊，除了互女朋友，嘛互厝的人。伊要互警察以加重窃盗罪嫌以上，卖继续追查，敢有涉嫌别个案。